為咗節省我哋嘅同事嘅體力啦，延長佢持續參與行動嘅時間咧，部分我哋嘅人員咧，我哋嘅隊員咧，都係適當地咧情況之下咧，就佩戴咗內地提供嘅外骨骼裝備，咁啊以減輕咗佢哋長時間咧負重嘅走動嘅所帶來嘅壓力啦。隊員咧喺搜索嘅過程中咧，亦都有使用咧由內地咧提供俾我哋嘅保護衣啦，同埋消防鞋。喺樓宇內部積水啦、地面濕滑咧，同埋環境嘅污染之下咧情況之下咧，更加安全咧咁去保護我嘅隊員。我哋係徒步上30幾層樓，落翻30幾層樓之後，又再上翻幾廿層樓咁樣。咁呢個咧，佢有佢嘅運動模式啦，同埋一啲普通模式同埋落樓梯嘅模式咧，就可以幫到我哋啲同事啦。大火災發生之後，其實不久咧，內地嘅有關單位咧已經係提供咗咧超過3萬件嘅物資咧，係俾我哋。當中係包括帳篷啦、護目鏡啦、保護衣啦、水鞋啦等等。我真係好多謝中央政府同埋我哋內地嘅相關單位對我哋嗰個支援。我好感受到我哋中國人有番話，一方有難，八方支援呢一個精神。